立法院昨3读通过壮世代政策和产业发展促进法律，要鼓励55岁以上有工作能力甲意愿者继续参加劳动市场。劳动部嘛强调讲，目前已经有中高龄就业的促进法，嘛会继续来推动退休了后搁再就业等等的政策，提高劳动参与率。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，面对中高龄人口一直增加，立法院3读通过壮世代政策甲产业发展促进法。因为台湾的中高龄劳动参与率甲日本、韩国比起来，50岁以上劳动参与率拢是比日本、韩国较低。尤其65岁以上劳动参与率刚拿9.9%，是比日韩少真济。 延缓退休会是一个趋势，不只是65岁以上的届龄退休哦，还包含40几岁、50几岁是年资满的自愿退休。那退休之后鼓励再就业。因为目前已经有中高龄就业的促进法，劳动部强调讲会继续推动退休了后搁再就业、延迟退休的政策，提高劳动参与率。 他社会历练够，而且年纪也都达到一个程度了哈，所以他的这个稳定性也高。55岁其实到70岁，目前都还很健康。像这种比较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白领的这种高阶工作，可以这个延后他们退休的一个年纪的话，可以聘为一些这个顾问职。 企业甲人力银行是对壮世代搁再就业能力拢真肯定，认为因的技术好、稳定性较悬。 任何促进中高龄或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劳动参与力的这个政策，都是政府在政策上应该去做的。我可能是在公司里面当一个主管，那我退休再进来的时候，可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好的工作，被迫找一个比较差的工作。一个劳动者如果他想继续工作，就应该让他继续留在原有的职场继续工作。对壮世代的就业促进法通过，目前中高龄退休了后，真侪拢是做部分工时，或者是低薪的服务业。 或者认为讲，其实这是真浪费人才，真无彩。建议政府会当有相关的政策，让这寡优质的人才会当重新回去原地领域，继续发挥专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